臣身用表示关照。弟弟正贤官居三边重职，母亲长子高岁皇我本必恩一场公道，恐儿子年数老人。他上边皇亲一本，身负骄色，皇上听信在天，遂将我母放出西郊斩首，并将我外门曹操。这一下，给为长子，大王虽母去相助，不料如女也不去官顺色情，不想小生当作小妾，做死水财。那也不去见我身体侧重，强迫我做他命令妻子。待我进入传来念书，那老身见我谁吗？双喜。须将生女年来正终身，许我为妻呀！唉，我为父虽禀报，却能与你见着子女生情。
的究竟为啥何事？文人，你在书房做甚？读书人在书房没读书啊？读书难道是要立业？用功嘛？你可知书尽原谅此故？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古人究竟为啥何事？文人，我见你总是垂眉过转，不知道文人你究竟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自有个人事，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本人的心事我了知一二。有人知我可乃是非风大老先生，我来分一不言二不辞。我从小读过3年诗，我要催文人心中事，我要做公道的老先生。计划
家乡子，哦，不是言我言们是你的，我难陪你郎一在此啊，你年家一朝天下的婚丧，不好比头等高攀你所不是。我不是你言我难正常年少，配得一官人少年子。这里红长到爷们，城里人话谁不知？哦，不是你言我难正，拥抱翠花陪你郎一在此啊。夫妻岂可用言人？何况你娘子美貌生心思。你叫我别找来呀！
杀娘子。贵人啊，贵人！男子啊，男子！义勇啊，义勇！你的妻子上班要问问我的性子，小生不生。你哪里会知道？举目不见情人，可怜我生前不管长生叹，被人爱起来尊亲，蛟龙尽被天水困，万佛还原后。不肯吐真情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。哦，贵人啊，你受悲离，你莫伤心，你亲人为我念啊。不知道今日是哪姑娘生出来，完整与你是大缘深。是今日老人啊，必须今日我把你的念书啊老人。我心出来了，骂他做什么？把你今日老年书，光阴把刀在朝中，你上来种了有多少，却在我心头。
他这是什么？我说是谁的到此，他又被其强子来了。啊，官人，你为他所郎做些什么啊？读书，读的什么诗书？诗书无君之书。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你要听，好，你听上。可爱中来心儿悲，何故世俗须忘记？官人，你忘记为情我，倒有几句气着你。你的说话不两样，两，你不信我背给你听。不要听。官人，我这个人倒有一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是不肯背；人家不要我背呀，我倒是偏偏要背。好，那么你就背吧。好，那么你听着啊。要背到你死去吧，你去背。啊，小姐呀，小姐，是春小姐好不懂道理，娘子啊娘我子，可没有教你哟。兰真啊兰真。你兰真的名字也让数了。官人，别人手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，那官人你的手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哦。你其次上来要问问我的姓氏，小生不生。哪位知道我的姓氏？
娘子来上
妻本人不顾面对惊慌，十分慌乱，老爷夫人举动不前，所言出来，这姑爷在张灯之前早就为美了。小仙，你怎么讲？这姑爷在张灯之前早就为美了。哎呀，不。有啥他为家转，分明是你太无。